手機、webcam 定無反相機，邊個先係 video podcast 嘅最佳選擇呢？其實揀邊部攝影機啊，最主要係睇你嘅預算同埋實際需求。首先講 webcam，佢最入門，即插即用。價錢仲好親民添，雖然可以出到1080p，但係畫質同埋景深效果就比較有限啦。咁手機呢？而家啲旗艦手機鏡頭好靚，畫質絕對有保證。不過長時間錄影、散熱、供電同點樣固定都係好大嘅問題。想專業啲，DSLR 或者無反相機就啱晒。無反用電子取景仲輕便啲，佢哋可以輸出高質素影像，配大光圈鏡頭仲可以做到背景虛化。但要留意啦，部分相機有30分鐘嘅錄影時間上限嘅，同手機一樣，用相機長時間拍 video podcast都要小心過熱問題。另外，你部相機必須要有 HDMI 輸出功能，先可以接駁其他設備。接入好似 Roland VR 1HD呢一類切換器，就可以做到即時畫面切換啦。